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明阳科技公司伫屏东的厂房火烧爆炸。东港第一批到场拍火的屏东县消防局殡仪分队，7个人出勤，有4个队员殉职，剩3个人倒来。其中一个姓林的队员因为严重烧烫伤，带入去加护病房来抢救。伊的太太是透过面册甲红晒来化话，讲我命令你休困有够，都要赶紧好起来，等来煮饭互阮食。字字句句拢互人看到真唔甘。明阳科技公司的协理早起嘛到殡仪馆，甲罹难者的家属鞠躬道歉，致敬互每一个罹难者30万的慰问金。面对家属深深鞠躬，明阳科技的协理来到殡仪馆致意。现场致敬慰问金，孙一个消防员甲规线的员工每一个30万。9月22号，明阳科技爆炸事故，4个消防队员殉职，其中4个消防员是第一个伫火场风吹到。伊曾经服务的关西消防分队，当时特别为新竹赶来个念香，看到后生的同事，大爸爸真心疼。对因来讲，安怎嘛想袂到做火出生入死的兄弟，即便不行出火场。新闻的报道之后，我们才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大家都很难过，就心很痛啊，心很痛。流下目屎，心真正有够痛。有的人伫火场过身，有的人也搁咧抢救。屏东县长周春美伫病房外加油。我大概这个姓林的消防员严重烧烫伤，带入加护病房，牵手抹伫面册替红晒加油。文章内底写讲，看到你的面肿歪歪，我也是感觉你足缘投。我命令你，若是休困到我，就赶紧倒来煮饭互阮食。我开始思念你的手路啊，做牵手的心心念念，日子期待我望红晒会当赶紧平安倒转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